你哋連錦繡國際花城最大嘅問題都唔知，就匆匆忙忙落訂，小心中伏啊！錦繡國際花城到底點樣？可唔可以買？你哋又知唔知坦洲錦繡國際花城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嘛？我今日咧就嚟深度測評同解讀一下錦繡國際花城。嗱，我講嘅樓盤測評咧，都係企喺買家嘅角度去考察、去衡量嘅。嗱，無論係表面上定係隱藏嘅決定啦，阿奇亦會一五一十講出，幫大家避坑。大家可以幫手點個讚，再慢慢睇落去。老規矩，先講下佢嘅缺點。嗱，第一呢個咧亦都係坦洲國際花城比較大嘅問題。嗱，房產同行咧亦唔會主動同你講噶，就算你問佢都唔敢同你講。嗱，一到落大雨嘅天氣咧，錦繡國際花城就有幾個位置要開船嘅，而且咧水浸嘅情況會比較嚴重。嗱，呢個係比較大嘅問題啦。第二個，樓盤嘅工期比較慢，交樓嘅時間咧可能會比較長。目前最新嘅產品咧都要去到26年嘅12月份先交付。嗱，呢個咧你哋仲要去 check 一 check 呢個發展商係點樣嘅。第三，樣板間咧係異地樣板間嚟嘅喎。嗱，實際情況咧，你哋可以再思考，等到交付嗰時咧，可能有少少嘅區別啊。呢個都係好正常嘅，因為佢係異地樣板間嚟噶嘛。咁第四個嘅話就係聽業主反映咧，物業嘅管理一般般，人車咧係做唔到分流噶。小區裏邊咧會存在有電單車喺小區裏邊行駛嘅情況啊。以上咧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嘅一個缺點。嗱，講完缺點啦，我哋再講下呢個優點係點樣嘅。嗱，第一個，我個人認為樓盤自帶嘅配套就係佢最大嘅賣點。你住喺度咧，足不出戶咧，就可以享受到所有嘅配套，包括商業街、菜市場、超市、巴士總站、茶餐廳、健身房、港澳巴士嘅搶車點，你可以諗到嘅基本上都有晒噶啦。嗱，第二，呢個環境咧係十分之好嘅，佢咧自帶咗一個300畝嘅生態大湖，十分之適合嚟到大陸中山呢邊退休度假。第三，單價平，9000零蚊出頭，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俾你，直接執件衫咧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第四，低首期，目前咧佢做緊3至5萬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啦，十分之照顧首期唔多嘅朋友仔。以上咧就係我對錦繡國際花城嘅一個利弊分析，唔知你聽完咧對你哋有冇一個實質性嘅幫助？如果你哋有任何補充嘅，可以直接喺評論區都可以同我講嘅。最後咧講下我對錦繡國際花城嘅一個睇法。呢個樓盤咧就適合長期自住或者係養老退休嘅人群。咁包括追求大社區，而且咧配套完善同埋生態環境好嘅我哋嘅港澳朋友，如果你哋可以接受到我講嘅以上嘅幾個缺點，呢個樓盤咧都可以考慮下。總之啦，你哋應該根據翻自己嘅實際需求，綜合權衡後再做出決定。如果你哋對呢個小區有興趣嘅，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係微信，我發一份詳細嘅一個資料俾你。你哋仲想測評邊個小區，可以打喺評論區。阿奇下一期視頻咧同你再講講啦。